准时收看福喜来的节目，我是朱一群阿群妹。讲到客家菜吼，我想大厦每一个客家人听说都有自己家亲好食的客家菜。阿群妹我亲好食嘛，该客家团款啦。我亲好食，我爸爸闻的控肉，控肉亲好食，韩国当有名的客家菜，比如讲猪肠炒姜丝啊，也系客家炒肉啊，也就是全部就当有名。唔过这么个阿群妹我也还会讲按到客家菜呢，因为今日爱同大家小记一个舞台剧哦，一只剧按到9层之家，佢喺改编，对一本小说就按到9层之家来改编呢。今日上来爱同大家讲一9层之家，第一位乜嘅事情哦，因为9层之家係發生到一件客家傳統嘅故事哦，大家來分享，也出戲劇嘅導演，分享歡迎導演。大家好，我是9層之家的導演林一宏，很高興來到這邊，太嘎後。歡迎導演，韓國3號來就是一位帥氣的男主角，歡迎鵬宇。太嘎後，我是柯鵬宇，大家好。哦，緊張哦，緊張都鎖喉了，是不是？好，今日出來好好的同客家小姐，他說的9層之家要在客家傳統地嘅賣乜個菜啊？不是啦，不是在賣吃的啦。其實它裡面有非常多的故事要跟大家分享。所以我想先來問問看導演，9層之家，9層聽起來9層樓，就會覺得9層這個9層到底是什麼意思呢？9層其實它在這個我們戲裡面，它是9層糕。一個客家的甜點，9層半，是跟這個9層糕的關係。然後是一個這個餐廳，他們開幕的時候有一個夫妻之間的一個回憶的故事，對。然後所以他們就取名叫做9層之家，對。然後我們這個戲呢，基本上它9層之家嘛，所以第一個對我來說，它是一個家的故事，它是一個在尋家的故事。但是我們的主角唐玉生呢，他有一個第一點，他有一個很特別的特殊能力，就是味覺的預知能力。只要他吃一個東西的時候，他只要全心貫注地想一件事情，然後他就可以借由這個感覺，他可以知道接下來要發生的事情是好或者是壞。好魔幻哦！對，很魔。味覺的預知能力。對，會有一個魔幻的這個預知能力。對。但是他呢，為什麼會有這個能力呢？因為他又是一個可以說是沒有家的人，對，他的媽媽離他們家而去，然後他跟爸爸相依為命，然後爸爸也死了，然後不久之前他的女朋友，然後發生一場意外，也陷入昏迷之中，所以他走投無路之下，就來到了這個9層之家，投靠這一位沒有血緣關係的一個阿姨，對，然後在這個9層之家裡面呢，有阿姨，有大姐。有一個年輕的女生叫安心美，對，這3個女生就跟唐玉生這4個人呢，就在這個9層之家裡面建立了一個相互扶持的一個家人的關係。就像是，就是雖然沒有血緣關係，但是他們成為了一家人，就是因為在生活關係非常緊密的相處之下，對，所以他們成為了一家人。對，然後。按照我們書裡面的講法，就是他們就像9層糕一樣層層相疊，然後呈現出一種很柔軟的力量。對，他們雖然沒有很堅強的一些什麼道義或者是血緣關係，但他們就是靠着彼此之間的守護的力量，一種很溫柔的力量在保護着彼此。對，第一個就是家的故事。家的故事。對，然後第二個是愛的故事。愛的故事。對，我們剛剛講到這個主角唐玉生呢，他有一個在昏迷中的女朋友，但是他來到這裡之後，又遇見了一個年輕的安心美，又跟他好像仿佛之間產生了一些情愫在，於是你這個愛情的騙子，沒有啦，不是愛情的騙子，就是所以故事好看的地方就在這裡。我們有的時候會覺得他是愛情的騙子，但有的時候你又看到他。掙扎在那個我絕對不能去愛他，但身體又慢慢的日久生情，產生了一些情愫在，對，是一個，然後但到底守護着一個昏迷不醒的女朋友，這是愛嗎？或者是我放下她，然後去接納一段新的感情，這叫愛嗎？或者是回應這一個女生的感情？那到底什麼是愛呢？這也是這個戲裡面在講的一個故事。是，對，所以第二個會是一個愛的故事。
然后第3个对我来说，它是一个时间的故事，它其实在讲的是一个人要发生了一件让他后悔不已的事情之后，他要花多少时间才能离开这个后悔，放下它，然后跟自己和解的一个故事。哇，对。古时候啊，客家堂都唔单请，伊喺讲伊只客家传统，讲客家传统地杯，讲伊物卡，讲伊爱，韩国时间的故事。刚刚讲到九层之家其实是旧层版，是这个糕点。那也有提到说它其实是很柔软的，但是我觉得柔软之中，其实你可以感受到它是很 Q 很弹牙的，对不对？其实我觉得 Angel 的对色可以是他想到讲，唔但像它很柔软，它其实也可以有很坚韧的一面。就像这个故事想要告诉大家的，你遇到一些困难，但是你可能还是要想办法找到一些出路，对不对？那接下来我们就来问问看，帅气的负心汉没有啦，男主角，对你演这个刚刚讲的非常魔幻，有味觉预知能力，到底味觉预知能力是什么？到现在阿 Q 摸应该很黑，我还是听不懂什么叫做味觉预知能力。就是在戏里，我这个角色，我其实是吃了美食之后呢，会度过一个黄金5秒的关键时刻。是。然后在黄金5秒之后，我感受到这个食物的美味，或者是它很难吃的这个结果呢，会影响了就是这件事情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的好与坏。所以它就是一个可以预知未来的一个能力。听起来这是就是电影里面的那个超级英雄式的主角的一个概念。对，所以你要揣摩这个有味觉预知能力的角色，应该是懂得东西以后，所以我还蛮羡慕的啦。对，是要吃很多东西吗？对，就是我还真的嘞，是真的，真的，因为我特别为了要揣摩这个角色，比较好听的说法嘛，就是其实只是因为很爱吃。那其实小说里面就是对于客家料理它的做法或者是它的味道，其实都形容得非常的贴切，而且看完之后，你真的，我很多时候在深夜看小说，这时候看完就觉得哇，肚子好饿，应该要去吃个宵夜。对，然后除了常见的就是我们去热炒店一定会点的，像客家小炒、对，姜丝大肠之外，我也很想尝试9层糕，或者是在小说里面有提到的鸟不踏饭。是。对，所以我们接下来的任务呢，除了就是排戏之外呢，应该我会揪大家一起去，就是找台北市好吃的客家料理的餐馆。鸟不踏饭我还真的没有听过，鸟不踏饭是什么？我自己去个客家人没唔吃糖糕，MD 是不是地区的关系？没有另人然后客家有糖糕都在同来讲一下，到底鸟不踏饭是什么？有稍微去打听一下吗？鸟不踏饭在书里面写的是，好像有一种植物在野外长的植物，它叫鸟不踏树。对。哦，真的。对，它好像就是然后长出来那个东西叫刺葱。对，然后用它来炒的饭。对，所以它有一种很刺鼻、很呛的一种味道，很特别的一道客家菜。所以它是一种像是炒饭的那种料理。炒饭。好像据说它是连鸟都不敢去踏上去，好像就是它会长，因为它就会长刺。那个尖尖的东西，所以叫鸟不踏饭。原来按呢，阿 Q 我眼没摸糖糕，古时候啊，加的啊，以为像导演你自己是客家人嘛？对。那男主角虽然彭宇他不是客家人，但是他们因为这出戏对于客家菜都有一些蛮深入的了解了，至少鸟不踏饭眼唔底加的都底耶，对不对？然后还有就是一开始有同大家讲到其实要出舞台剧。他完全从这本小说《9层之家》姜维忠老师的《9层之家》把它改编过来的。那我想请问的是，2位应该都有看过书、看过原著。那想先请问一下导演，你看完原著之后，你自己心里有什么样的感觉？我心里面第一个是我觉得，作者给我一种很正向的一个力量，然后很温暖的一个力量，对，然后。我很喜欢它里面讲的一个东西，是里面的大厨阿姨在教唐玉生做菜的一些道理，对。然后就像我现在自己住在外面，也常常一个人自己下厨，对。但我下厨就很不爱看东西，说应该要放多少东西，什么东西先放，我就很随心所欲的去做。然后这戏里面阿姨就讲一句话，她就说。所有的食物呢，没有最正确的味道，那只有你选择了它，然后你接受它，然后那就是最正确的味道。所以每一个人其实都有他最喜欢的
味道或者是吃法。那我觉得这种哲学放在一个餐厅里面是一个很温柔、很特别的一个讲法。对，不只是在餐厅，我觉得其实也可以套用到我们自身身上。生活上面，你面对事情没有一定正确的对或错，但就是有适合你的方式。生来呀，要纠正自家，可以同大家讲嘛，该喏，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跟同大家分享。又做到福喜來嘅節目，我係綜藝群阿權妹。今日節目地度愛同大家分享嘅係糾正自家，也出當神奇嘅舞台劇。因為佢雖然講嘅同到客家嘅美食，不過其實佢係有關愛、韓國舞卡還有時間嘅故事。一開始有同大家講到，然後就來夾夾來摸一下哦，我們的彭宇，你自己是男主角，所以一定得看書嘛。是。對，那看完書之後，你從書裡面有沒有得到什麼樣的感想，跟大家分享一下？有其實我看完書之後，我覺得我自己深深被激勵。因為其實我們每個人不管在生活上、工作上，甚至是感情上，對，常常會遇到很多的挫折跟困難。對，那劇中的每一個角色，其實他們的關係是環環相扣的。他們一起同心協力，在這個九層之家裡面去共同完成，然後跨越了很多的困難。然後同時他們的那個之間的那些情感啊，也慢慢的就是在凝聚在一起。所以我覺得他們這是在劇中跟劇中角色的關係，他們是很互補的。對，就是你現在很軟弱，好，那我給你勇氣。你現在缺乏愛，好，我們一起來想辦法解決問題。所以我覺得我有被那樣的很真誠、很團結凝聚的愛給感動，然後讓我更有這樣的期待，還有希望說，哎，我進入到劇組這個大家庭之後，是不是可以也投注這麼多的心力、跟時間，還有認真，跟大家一起共同去完成這一部非常有溫度的作品。而且也可以得到很多溫暖，對不對？從同劇的演員們、工作人員們，然後其實《九層之家》從小說搬到舞台劇，我覺得這是一個，你知道，從2D 變3D 的感覺，這是一個立體化。可是其實你要把文字變成舞台劇，然後用身體、用你的可能表情、你的台詞去形容、去表現出來，我覺得這是有困難的。我的想象中，我覺得其實蠻困難。那彭宇你自己有沒有覺得會擔心自己把2D 變3D 這個過程會有哪個部分是令你擔憂的？我剛看完小說的時候，其實是非常興奮，因為小說裡面對於就是唐玉生這個角色的描述，不管是個性或是他的遭遇，前因後果上面其實都非常完整，所以我就很迫不及待想說，好，先找出10點我跟他最像的地方，就是很迫不及待想要去挑戰這個角色。對，然後所以我覺得有慌張的地方是在於說，哎，後來就是其實知道了張偉忠老師他在就是他的粉絲專頁上面。有介紹這部戲，那當時我的想法是，哎，其實啊，要詮釋一部就是小說改編的舞台劇，其實蠻有壓力的，因為本來已經有一個樣子在了。對，讀者或是作家的心中，對於唐玉生這一個角色，一定有一個想象嘛。對，我就開始懷疑跟好奇，想說，天啊，我這個唐玉生跟張老師腦中的唐玉生是同一個人嗎？對，但是我並沒有去問出這個問題，是直到有一天，張慧莊老師他也是在自己的臉書上分享自己的心情之後，他最後某一段也是關於九層之家的故事，他就 by the way， 他說，哎，我覺得柯鵬宇來演這個唐玉生這角色，氣質還蠻符合的。哇，對，我覺得是一個很棒的，很棒，很棒，對，吃了一個定心丸的感覺。對，因為已經得到了就是作者他自己本身的認可，就是 OK， 很好，得到原廠認證，對，得到原廠認證的角色，對不對？對。故事啊，要出九層之家是從野火劇團就是來製作的，非常年輕的一個劇團。那之前團長很想念你吼，之前有來福氣來了，先前有來個基本要雖然節目來，唔過俺先來看一趟記錄，要同大家講法哦，先看一趟宣傳樣片。我們每一次做戲都是有一個都是需要一個很重要的原因，我們才會開始做。那這一次製作的一開始的初衷是因為，我很愛我的阿公，每次回去的時候，他都會煮一道豬肉燉豬肉給我，
有一次我爸跟我聊天的时候，他就说，其实阿公是因为很喜欢看我吃炖猪肉的样子，所以每一次我回来之后，他都会在凌晨的时候就去买那些东西，然后开始准备煮，因为那个煮的时间很久。但是我遗憾的地方是，因为我阿公是美浓人，他就只会讲客家话，所以我从来都没有真的理解过我阿公在说什么。那这一次做戏，我就对我来说，就是想要献给我的阿公。遇到最大的困难，应该就是这一次，因为这2年来做的戏，就这一次最大。有一段时间，我跟我女朋友跑遍了各个的客家餐厅，想要拉赞助。那时候有些店家答应了，有些店家没有，但最后其实都是无疾而终。老实说，之所以这次来募资，就是希望大家能听到我们的声音，因为我们野火剧团虽然做戏的风格并没有一定，可是我有一个很要求的，就是希望每一次作品都是很真诚的，希望你们愿意相信我们的这一份真诚，还有我们的努力。野火剧团啊，它是一个很年轻的剧团，它现在是第3出戏，然后前面2出戏呢，他们都在一个很有限的资源里面，尽力做出一个品质最高、最有诚意的作品。所以这一次我来导他们的这一出戏呢，也希望也能够继续维持他们的这个理念传统。希望九层之家这一出戏，就如同是九层之家这间餐厅一样，每个来看过戏的人呢，都能够在这里面得到满满的元气，看完之后有力气去面对未来的人生。我们这一次的演出地点是在什么？继续。我们这次的演出地点是在竹围工作室，时间是10月20到23号，希望到时候跟你在剧场相会。好，有吃到很热血嘛？有没有感受到他们的真诚？真的是很真诚，阿全部也都懂感通。所以呀，就要问问看导演，跟这么真诚的剧团来合作，到底就是他们一开始是怎么把你拉上这条，就是拉上这一场不归路？其实该怎么说？有点像是这种冥冥中注定的一个合作。冥冥中，对，我觉得好像是命中注定的一个合作。我跟他们其实差蛮多届的，所以我们在学校的时候是不认识的。大概我毕业之后我才认识他们。对，所以其实基本上是照理来说是不太会有合作机会。对，那这一次他们原本有一个新的原本有一个导演，对，然后后来这个导演因为有别的事情在忙，所以他就先离开了。那所以等于后来才找到我来救火这样子。真的是救火的耶，怎么好意思这样？没有啦。对，但这个戏我看了，他就给我看了，他就跟我说，它是一个跟客家餐厅有关系的戏，然后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呼唤吧，因为我是一个在都市长大的客家小孩，所以基本上我不会讲客家话，然后对客家情感来说是蛮愧疚的，就是蛮想逃避的。那个静华是一样的，应该也是一样的，对。所以这个剧本摆到我面前的时候，其实是有一点点害怕的，对。但我看了故事，觉得它的内容很棒，所以我也就觉得有这么棒的故事就应该要去做它。对。那你觉得跟野火剧团这个剧团来合作，跟他们是第一次合作嘛？那对他们的感觉是什么？他们感觉就是真的是很付出、很拼，然后很想让观众看到很真诚的好戏，对，然后就不会做太多的噱头啊，不会太想其他的花招啊或者什么东西，但是很真诚，对，很真诚，真的是。那彭宇你自己跟团长他们其实都是同学嘛？对，那你觉得看到同学自己这么辛苦的经营一出戏，你的感觉是什么？其实我印象很深刻，第一次正式开排的时候，我们是在板桥的一个排练场。
然后排练场是团长就是静华他租下来的一个地方，然后里面就是铺着那个软垫，很大块的软垫，是一个很舒服然后很宽敞的空间，在2楼就是一个还蛮棒，而且旁边就是夜市，这么方便。对，地理位置很方便。然后排完之后回家的时候，我看到就是静华的状态，他拍了一张我们演员在读本的画面，然后就写的说这是第一次就是启用这个排练场。所以我才原来这是第一次启用，对，因为就我知道这是野火剧团的第3部作品，所以我以为这个场地之前就有用过，但没想到那个晚上是9层之家第1天开排，同时也是他租下这个排练场之后第一次使用的日子，所以其实当下我非常感动，我觉得说，静华一直给我一种很踏实，然后很认真、很真诚的感觉，然后我又再度因为他就是为了想要让我们演员都可以有很好的环境、很舒服的环境去排练，他去租下这个地方，所以我觉得我当下其实真的告诉自己说，好，那我必须真的要再投注更多的认真跟努力，要回馈给这个剧组，对，去完成这一次的演出。哇，按热血团体，韩国做出按感动人的故事，先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再跟同大家讲9层之间还有乜解哦。主任，李国民来了，给他送信呢。不是破案了吗？为了慎重起见，有些细节我们还需要再理清楚一下。你说那天，你大概是早上9点多左右把信送到陈永龙他们家，对吗？我大概是8点45分左右离开邮局送第一批信件。陈永龙的公司很早就有人上班，所以每次我过去送信的时候，几乎都会有人来收信。那一天我就看他公司没有开门，但也没有觉得特别奇怪。有没有看到什么不寻常的事情？什么不寻常的事情？就是跟平常不一样的人事物之类的。没有。不知道应该是要说有还是要说没有哎。说清楚。我看到2楼的窗帘在飘，飘得很大，应该是窗户没有关好。那个时候我注意到2楼的窗帘是红色的。就这样。哎呦，有吃到董叔叔的面膜，给他骂啥？你就会压他吵到奶孙才会彭宇哦。彭宇刚刚那个是你，但是看起来大概老了有5岁左右。对，那时候演出《落日》里面李国民这个邮差的角色，其实还特地把头发都不要剪，然后留胡子，然后每天在家里就是这样观察自己眼神。就这样，然后会到附近的邮局啊，去观察邮差他们送信的过程。对。然后因为就是那个剧本看完之后，就是有一点就是觉得邮差蛮可怕的。然后在邮局观察过程里面，就是也莫名其妙也对邮差想说啊，有点阴影在这样。对。所以其实，在之前就有演出我们客台的戏剧了。对。有。哇，那你觉得演出这部戏啊，其实它是一个你知道心机有点重的角色哦，对，难不难？很难呢，因为其实当时在拿到这个剧本的时候，我就是先把角色的一个形状，它的样子先拼凑出来之后，再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把它就是理出来。然后其实光是要比如说要理清楚说他犯案前的那个心情是怎么样，想要规划这一整场的一个绑架勒索的案件，到后来。就是整家人被那个灭口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其实我蛮无辜的，我要在这边为这个角色，其实当时只是讲好说勒索绑架，结果他们3个人进去把人全部杀光，我才是受害者。对，蛮无辜的哈。对，顾少言就做在第二，你的彭宇不只是长得帅，然后又会演戏，其实你还会冲狗哎，你还会唱歌，而且就在这一次9层之家里面。
会有几首歌的演出？这次在九层之家会有7首歌，会唱7首歌，然后就是作曲的部分都是我的好朋友，也是客家的创作歌手陈伟如来完成。哇，其实阿群猫雅群猫也没懂上堂，但是他就是不愿意唱给我听。不是，是因为我们现在还在创作的阶段，所以到时候剧场的时候一定进剧场最完整，对，大家进剧场见，对不对？对，是的。而且啊，听说啊，导演在导这出戏的时候啊，虽然里面是在讲客家餐厅，那里面也有一些歌曲，但是没有客家歌的演出。不过刚刚导演偷偷的跟我讲，其实加一场很刁难演员的戏。对，就是我其实是来到这边，今天来录影之后，我才想到的。我就觉得说，因为我们是一间客家餐厅，但是讲话是用国语嘛，然后如果突然来一场客家古装戏，会不会就是很奇想、很疯狂，然后就是会把观众突然不知道带到哪里去？对，应该会很荒谬、很好笑。对。然后，但是我想对演员会是一个很困难的挑战。没关系，我可以教你们客语，好不好？谢谢。自己让自己找工作。对啊。好，其实这里看到吉亚的用心，韩哥，我觉得他们的那个宣传照拍得非常有趣。为什么？因为餐厅啊，感觉你就是应该在室内。然后应该是要你知道有很多菜，但其实他们的宣传照完全没想到暗的，不是长这样，而且是在户外。为什么呢？这个主视觉的概念是什么？这个主视觉的概念，以我的解释来说的话，就是他们像在河滨吃东西，河滨公园吃东西，对，所以他们很像是那些流浪猫啊、流浪狗啊，一些很可爱的小动物，但是就是散落在野外，对，然后他们就只能围靠着这个路灯的小小的光芒，然后他们就可以聚集在这里，然后彼此好像有了彼此的温暖，就可以取暖，然后成为一家人的感觉，所以就跟我们的戏要讲的东西蛮像的。所以那彭宇你自己在拍摄这个宣传照的感觉，有感受到被取暖的感觉吗？感觉到蛮大的无助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其实那一天团长就是聚集了大家说，我们今天要去某一个和平公园，我们要拍形象照，而且约晚上8点，很神秘的一个时间。对。然后到了以后就是一个大广场，一个停车场，周围只有在运动的人跟骑脚踏车的人。然后我们一群人站在那边。顿时觉得超像日本的整人节目，就是感觉等下会有一个人，然后就拿一个任务信说你好，欢迎你们来到这边，接下来要过关完成任务，你们才可以怎么样？就是我觉得很神秘。然后过一下子之后，团长跟制作人就开着车到现场，然后就把很多东西都先下车，对，就是准备了一些家具，也是这一次有特别 sponsor 我们就是九层之家的一个家具的公司，对，然后我们就大家一起。合力把那个家具组装完成，我觉得在那个时刻有让我就是怀念当时在戏剧系的时候，大家一起做什么事情都是所有人团结力量大的一个精神。对。所以其实啊，都在看到吉亚的，其实是一个在不管是在彩排、排练，或者是在从头到尾的过程之中，你们都是非常的齐心协力、非常团结的。是。而且这一出戏里面，他的角色其实不只有我们刚刚讲到的那几个人，总共大概有几个角色，跟大家再介绍一下。总共大概有10个左右。10个左右的角色，但是有几个演员来演出？我们有9个。9个演员，对。那导演觉得在剧场演出这一部戏，要讲9个演员、10个角色的故事，会不会觉得有点困难？其实这真的是蛮困难的一件事情，对。所以因为除了唐玉生这个主要人物之外，他其实原本旁边的人物他的故事也都蛮完整、蛮精彩的，所以我们也都很难很伤脑筋的要去想谁的故事应该要留下来，谁的故事应该要取一些，然后谁的故事应该要把它完整的讲完，然后到底哪一些是对这个故事、对观众最有帮助的讲法，这一直都是我们很伤脑筋的部分。没错，鼓手太敢上会低压的东西，还够上会谈到彭宇唱歌，就一定要进剧场。当然，剧场的魅力不止这些。那2位都是剧场学剧场出身的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剧场的魅力有什么吗？剧场的魅力当然就是我们可以
近距离直接的感受到那个活生生的人在你面前把他的人生，虽然不是他的人生，是那个角色的人生演给你看，但是真的就是他活生生的在你面前，所以你会很自然的为他感到伤心流泪，然后为他的人生感到担忧，对，这样子。那彭宇自己是演员，觉得剧场有什么样的魅力？我觉得剧场在每一个演出的当下都是独一无二，就是我们这次5场的演出，每一场的情绪、对状态，然后可能会发生的事情都不太一样，所以我觉得我非常享受在就是那当下的状况，对，然后也很知道说，那在这之前我们必须要真的完完全全的做好所有的准备，你才能够去应对、去应付上面可能会发生的我们没办法预料的事情。广东演出等上来耶！最后短短的时间，请导演来跟大家讲一下演出的时间是什么时候？演出的时间是10月20、21、22、23 4天，然后我们在竹围工作室的12柱空间。好，大家聽錯戲哦，金文義，謝謝兩位，謝謝導演，謝謝彭宇來到節目現場，謝謝 Mason 們各位觀眾朋友嘅收看，我記得支持要在劇台支持9層之家，神們各位觀眾朋友嘅收看，先休息一下，你等下去看運動咯。